讲到今年巴黎奥运是头一届，甲霹雳舞将做正式的比赛项目，咱台湾也有选手参赛。高雄市今年就特别选择了巴黎奥运结束了后，举办高雄霹雳舞国际大赛，邀请全世界各国，包括奥运前10名的霹雳舞选手，大家做伙来竞争。 台顶的囡仔上细汉才国小娘娘，就当跳出动作真困难、真技巧的霹雳舞。若讲到霹雳舞，阁有这位娜娜最近真红，伊今年9岁，为5岁开始跳舞，到今已经摕到侪国外奖。伊嘛是去年高雄霹雳舞国际大赛冠军。娜娜毋望未来会当代表台湾比奥运，伊上高的就是头等的动作。不能 马上跳街，我觉得要一步一步慢慢练，未来都可以跳到奥运啊，可能锐步啊，就最大的。霹雳舞是一种结合音乐、体操，阁有涂骹动作的运动。今年也头摆加做奥运正式比赛项目。台湾霹雳舞选手孙静嘛代表台湾去比赛，因为今年巴黎奥运，高雄市政府顺势再次举办国际霹雳舞的大赛。孙正也有来参加。 今年他代表台湾，唯一一位代表台湾去霹雳舞大赛跟世界其他的好手同台较劲。我们邀请了奥运排名前10名的这些选手都来到这个比赛。高雄霹雳舞国际大赛按算伫9月14、15举办，今年特别选伫巴黎奥运结束了后举办，会邀请世界知名霹雳舞选手，包括孙定来参加。 期待各国的选手会当做伙交流。记者钟义辉、邱昭荣高雄报道。